我是按照2点要报告，咱先有准备点起，咱闭班了一人一份。第二点就是，等下咱闭班了，手内经过一人一点会当找你食平安。今仔的班到这结束，祝各位一现身体健康，欢喜充满。现在咱来闭班。新义神元山义和圣堂合成单位107年度启会班圆满闭班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道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领任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，坤道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感谢领任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鞠躬。现在要上神婚。鞠躬，坤道鞠躬。现在咱做要上神婚，向无教母行3鞠躬礼，前道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的1鞠躬。持架腹前的1鞠躬，持架两是1鞠躬，坤道义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持架前的1鞠躬，持架腹前的1鞠躬，持架两是1鞠躬。好。